Sony 機迷終於等到啦！今日 CSL AI 專員為大家介紹 Sony 矚目新作 Xperia One Mark 7。新機搭載咗全新嘅 Xperia Intelligence AI 技術，可以提升用家喺攝影、音訊同影像3方面嘅體驗。等我哋為大家講解下啦。Sony Xperia One Mark 7嘅超廣角鏡頭，配備咗系列中最大嘅1/1.56寸低噪感光元件，配合埋新增嘅面部失真校正功能，影出嚟嘅相無論喺成像同雜訊方面都有出色嘅表現，仲有加強咗嘅人像模式，人像照片帶有柔和嘅景深效果，膚色亦都好自然。而雙倍低噪感光元件 XMOR-T for Mobile 喺低光環境下捕捉種種細節，為你帶嚟極致嘅夜攝體驗。影片拍攝方面，新機加入咗 Alpha AI 技術，大師級攝錄同自動取景功能，令用家零技巧都可以拍出具電影感又有穩定特寫嘅專業影片作品，仲可以同時自動儲存做直導同橫導兩條影片，啱晒出 views 用啦。Xperia One Mark 7採用全新嘅 Snapdragon 8 Elite 處理器，提供高效能嘅能源管理，配合埋 Google 嘅畫圈職手同魔術橡皮擦等等嘅 AI 功能，全力支援你日常工作。新機仲特別關注用家嘅娛樂體驗，入面嘅 Walkman 音訊 AI 技術，令有線耳機嘅低頻表現同空間感大大提升。仲有 Bavia AI 顯示技術，可以隨時以最高品質嘅顯示效果重溫豔麗動人嘅高畫質影片，電量仲可以播放超過36小時，全方面滿足你嘅需要。Sony Xperia One Mark 7重量只有198克，輕巧嘅機身，但內部功能非常豐富而且多變化。有興趣拎新機上手嘅，就要嚟 CSL AI Store 揾我哋嘅銷售專員啦。